112年国庆晚会10月8号下晡5点半，将伫淡市空军基地举行。晚会邀请当地的艺人用英家部队的台湾表演来为台湾庆祝生日。28号宣传会中，嘛邀请2位饶舌歌手用嘻哈活力来闹热开场，搭配空军战斗的背景，向前咱坚强对抗敌人的勇壮。加上优美的无双乐团用在地乐器演奏来迎接贵宾，敢若记者会场面就相当盛大。今年像是国庆晚会首次刷到淡市举办，筹备委员会主委尤锡坤嘛特别到场，表达真放心将重要任务交予台南。虽然目前报名民众已经超过15000名，不过嘛邀请民众借机会拢来台南。但是我还是要呼吁全国民众，台南好吃、好玩、好看都在台南。加入有就对啦，你若要玩、要吃、要看，就爱来台南；若要看精彩，就爱来国庆晚会啊。今年就是因为在台南基地，所以说呈现出来了国军的精实军容、壮盛的军容，包括各式各样的战机，还有直升机、战斗直升机等等，这些都是国军战力的表现，也让不仅是台南市民，还有海外侨胞，还有各地的国人，还有各级长官都能够留下深刻印象。那精彩的表演节目也是融合了许多台南在地的元素，以及一线的这些嘻哈歌手，能够带给与会的贵宾最大的视觉声光享受。今年国庆的4白设计以国旗3原色为主，要展现出国旗在空中，就是要勇敢坚强，守护咱民主自由的价值，团结国人，疼惜台湾这片土地，也邀请大家共同为台湾庆生。台南新闻军事采访报道。